亮膚發光水。我自己用咗半個月度咧，已經明顯係嗰個粉底都要轉啦，佢已經好似識發光咁樣咯。我覺得非常之啱呢個轉季敏感肌用嘅。佢有胎盤嘅成分，佢28天咧可以做到呢個擊退暗沉同埋透亮美白嘅效果嘅，係由日本專登空運翻嚟嘅，做到一個低敏性啦，但係極速美白嘅效果咧都可以有嘅。而且咧佢嘅用料咧都係非常之醫美級數啦，佢由日本嘅厚生曬簽發咗個認證啦，就證明佢嘅成分咧係非常之強勁啦。平時嘅通拿咧好似蒸餾水狀啦，佢呢一個咧其實就好似精華水狀咁樣嘅，可以幫我哋做到一個減低我哋嘅炎症啦，佢都會有個消炎嘅作用嘅。因為好多時美白嘅成分咧其實都好容易令到個皮膚有敏感嘅，佢採用咗一個溫和配方啦，譬如話你有啲暗粒啊、痘痘肌啊嗰啲咧都可以用呢一個嘅發光水嘅。佢呢一個咧就係見皮膚暗沉啦。第二咧佢係適合膚色唔均勻，佢仲有一個咧叫做痘印啦，仲有容易泛紅即係容易敏感皮膚咧都係適用呢一個發光水嘅。佢所有嘅質量無論個 packing 咧都係非常之細心啦，成個咧真係非常之水光嘅，佢係一啲都唔黏膩咯。比一般嘅爽膚水我覺得佢更加滑。有幾個用法啦，我自己咧就每日啦當佢爽膚水用啦，但係如果有時間咧，你可以將佢滴落個化妝棉嗰度噴濕佢。用嘅化妝棉咧個質感咧都非常好，佢係咧超級薄，平時咧咁樣敷佢大概5分鐘度咧，會即時咧做到一個美白嘅效果，一啲敏感嘅感覺咧都係完全冇嘅。嗰個精華慢慢滲落去我哋嘅皮膚底層嗰度嘅分子咧係非常之幼細，佢可以退我哋嘅黑色素啊、色斑啊，可以做到一個好保濕啦、好美白嘅效果咯。佢嘅成分咧有番茄嘅提取物、海藻嘅提取物啦，有香蜂草嘅提取物啦，仲有龍舌根嘅提取物，可以幫助我哋保留皮膚嘅水分啦。咁而且可以低刺激性同埋超補水，同埋最緊要係做到抗菌消炎嘅作用。今日優惠咧168，買2支咧會再減18蚊。買2支會送呢個98蚊嘅化妝棉。通拿係好緊要嘅，打好咗個底咧，俾皮膚有足夠嘅營養咧，我哋吸收其他護膚品先會好。